其實好多小問題㗎，包括血壓高啦、少少尿酸啦、少少膽固醇啦、有少少柏金遜啦。我本身有乙肝嘅，冇睇遺傳，媽咪俾我嘅禮物。我今年已經63歲啦。我89年加入電視台到而家啦，一定唔穩定啦。電視台嘅工作一定唔穩定。最長嘅時間係試過開幾耐咧？連續3日3夜冇瞓過，只係可以喺車程嘅途中瞌一瞌咯。算唔算健康？咁梗係唔健康啦！瞓無定時，食無定時，去洗手間無定時，咁點會有健康咧？其實到咗我哋咁嘅年紀，心血管問題經常都會發生㗎啦。咁好似我最近有個朋友都因為中風而走咗，咁令至到我對於呢個心血管嘅問題咧更加關注。你會選擇點處理咧？食啲supplement啦，早啲瞓啦，運動下啦。我而家食緊一隻叫 Palm S 納豆靈，食咗納豆靈之後，心悸心悶嘅情況都改善咗好多，睡眠質素好咗啊嘛，所以個人係精神咗嘅。Palm S 納豆靈，日本 GMP 藥廠生產，超高濃度納豆激酶，有機種植，佢嘅活性成分高出一般靈芝6倍咁多，仲有專利北海道6角靈芝同另外2大成分。納豆靈可以幫你降醇護心穩三高。年紀越大，健康越緊要。